咱台湾的美。伫中正市场一卖着30年的馅饼，同款记录着迄个遥远的年代。哇，好可以搞炸甩饼呢吼。对，甩饼。无讲有什么口有味？甜的口味是奶油炼乳是招牌的。OK。那咸的口味有这个咖喱豌豆。哦。对。对，就这样。然后还有咸的是打抛鸡肉。哦，打抛鸡这是看泰国哦。对，泰国的哈。那你推荐我吃什么？吃炼乳的。炼乳哈，乳炼呢？好。炼乳的。原味的对吧？好了。哦，谢谢。很好吃哎，外面酥酥脆脆安尼好食。所以讲好食歹食是甲迄个技术，要用对要甩，甲馅的技术有关系吼。馅饼的原料真简单，只有糖、面粉、水、麦达甲沙拉油。好食的秘诀就伫咧馅的技术面顶，逐工顺手工现做的饼皮，一收一放。反复伫咧空中绣，才搁甲镶伫咧工作台顶。爱绣了有够透薄，嘛爱甲空气拍入去面皮内面，迄种一层一层、一丝一丝的效果，才做会出来。安尼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再抹一点这个好奶油，家己调的麦达吼。安尼吗？对，然后这样子甩。我甩的乱七八糟，可那这样还有救吗？有，我们就把它拉成像一条这样，像拉成一条绳子。哦。然后这样子把它卷起来。这样卷起来。最后这个尾巴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塞进去。哦 ，OK。好，虽然煮洗歹啊，但是嘛是有做起来哦。妈妈跟我爸爸他们是从泰国华侨缅甸那边过来到台湾，那时候的话，他们就是两手空空的，背着2个包包，就这样子到台湾了。那他们的话就是有跟一位师傅学过，那他们就是再重新改良这个手艺，就开始卖，就到现在了。从妈妈开到现在30年左右。有咸甜口味的馅饼是云南泰缅一带的路边传统小食，来到台湾了后，佫变成另外一种融合的滋味。特有的秘方加上熟练的馅饼技巧，配上丰富的口味选择，莫怪遮尔侪年来，拢有市中的食客来捧场。迄种 Q 软佮愈薄愈香的口感，真正互人食一摆就真歹放袂记。第2代头家伟伦，会使讲是对着这个担仔做伙大汉的。由于幼稚园开始，就伫咧担仔头斗包茶仔。国中开始学习烂面粉的功夫，高中开始做馅饼。逐工看到妈妈伫咧担仔头出出入入咧无闲，心内实在真唔甘，因为唔甘妈妈的辛苦。所以，伊自高中毕业了后，就将担头仔的工课接落来，替妈妈分担家计，嘛分忧解劳。伊真感谢妈妈的付出，因为伊知影若无馅饼，就无今仔日的伊。对伟伦来讲，自囡仔时到求学，馅饼的滋味甲馅饼的工课，占掉21岁的伊一大半的记忆。这个甲妈妈共同打拼的酸甜苦涩，有滋有味。早起9点，因外美的厨房就已经非常无闲咯。大家各司其职，熟脚熟手，将磨好的紫糯米用手缀成一个一个圆。
因当咧做的，就是云南传统旧历过年家家户户一定会准备的糕点——紫米粑粑。我们紫米粑粑呢，那时候叫我们云南人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准备的年糕甜点之一。像我们小时候呢，过年的时候做一大堆，也可以当礼物送。原住民是用手这样捣的嘛，一根棒长长棒，我们那个是短短长长的一个根子，前面一个小棒子，后面用脚踩的。那个葱粑粑对窝，像原住民弄马吉的原理差不多一样。紫米粑粑的制作费时又搁费工，前一暝就要先准备。熟练的双手将紫色的糯米甲白色的糯米用1:1的方式来混合，泡过暝了后，爱先沥水，才会当沥吹绳，吹50分钟。这个做法就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。吹米是上重要的一步。中远爱放空心，互吹气会当上升，安尼会当吹了搁较招魂。若是吹袂透，外口已经变糊，但是米心永远是定的。若是吹过头，就会伤烂，失去了口感。后一步是爱将伊拧磨到看袂到米粒，大家合力用手甲底互定型。烧乎乎的紫米粑粑对伊来讲是一种享受甲牵挂。想起为缅甸的勇工走来到台湾，迄年伊敢若有21岁。民国75年。妈妈带着伊甲5个兄弟姊妹来到台湾，投靠曾经是云南反共救国军的阿舅。伫咧当时也未拆的眷村内面，开始卖云南的家常菜。拄啊开始，敢若卖云南米干、米线甲荷兰豆粉这3项，渐渐因的招牌就名声拍响了。这就是因的紫米粑粑，上面有说粑粑，粑粑就是因的粿啦吼。咱咧过年食一寡甜粿啦、咸粿啦、发粿啦吼，啊因咧云南人过年就食这紫米粑粑，用紫米来做的。即马大用养生吼，足流行食这紫米的，啊伊这紫米做安尼吼。气味真好，来试一下咸的。哦，稳甜稳咸在你食，真哩袂歹。咱即摆要来食因的七里螃蟹啦吼，听讲因这头家娘吼，较早对迄个云南吼，啊到缅甸吼，啊一路以来吼。啊，经过真侪所在，所以讲啊，用因云南的在地即个料理方式吼，啊，佮加添一寡因沿路吸收的即个无共所在即个料理方式，吼，啊来研发即个七里螃蟹。七里螃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因咧做吼，足远就闻到螃味啊，高赞塔、盐水，佮有一寡香料无共款的做法。原底伫云南吼，因迄边海产少啦，本来是用做鱼仔的料理，因来改变哦食材用虾仔，因为咱台湾虾仔吼足济，变做讲一个在地佮变化新的料理。哦，一个真无共款的芳气伫的，足好食。加入各民族善用的香料，是七里螃蟹的灵魂。家己拍打的高赞塔、咖喱粉、蒜仔、葱仔，也佮有头家娘的秘密配方，将虾仔混一烟薄薄的太白粉，落鼎去煎。
搁再加上香料做最后的调味。这是中正眷村的独门手路菜。当年刀兰的目屎甲汗水，对故乡的思念，拢总转化融合，变成一盘美好的滋味。